你跟你丈夫之间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。你嫌少？我是嫌你太幼稚。我如果真的是图你丈夫的钱，那你拿这10万块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夫妻之间最重要就是相互信任嘛。你这么怀疑他，难怪他不想回家。什么？他说他不想回家，他真的这么说吗？对啊，我看都是你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们之间的问题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不，你干嘛呀？你别看你就不要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有话好好说。谁看我？你闹够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受够你们了。我在这个家没有一天得到过尊重，你们根本没把我当成自己人。沈老华，我今天就要跟你离婚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这是你的心里话？这就是我陈长多年的心里话。明白。我终于明白。我放你走。我们离婚。一朵，你的手没事吧？你离我远一点，走开走开。不是，一朵。茵茵啊，好莱坞那边把剧本发过来了，你看一下。怎么又在看失火的新闻啊？你怎么这么关心完美集团的事情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们代言的是华彩。茵茵啊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对？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。公司好不容易给你接了一部好莱坞戏，这是你第1次登上大荧幕。对于一个歌手的转型至关重要，你可得给我用点心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个明星，你要记得你的身份。我知道，你可能是谈恋爱了，但是千万得给我公私分明，一定不能给我混为一谈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你给我长点心吧。英英，我亲自给你送来了。还是你有办法，你怎么弄的？你别给它浇太多水，多晒晒太阳。你给它浇了那么多的水，它的根差点泡烂了。难怪呢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等等等等。你没事吧？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童一念。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害怕找不到男朋友吗？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我做人有原则，做事有态度。我认准了东西，不会轻易改变的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刚刚不应该说这样的话，对不起。要不我请你吃饭？不必了，吃饭的机会还是留给你新女友吧。哦，哎呦，娇气的，忍着点儿。怎么样，不疼了吧？有凉妈疼我，当然就不疼了。搞什么三角恋呢？我才没有呢！我跟那个子祥哥又没有恋爱。还说没有？
人家老婆都认定了，现在2个人闹离婚呢。我才不想淌这趟浑水，可是都弄湿脚面，怎么办嘛？我看呐，那脚面都湿了，那赶紧趟过去吧。你现在呀，快点想办法帮助人家把2个红线牵上啊。爸，妈，我跟康华决定了，我们要离婚。什么？啊。这个事儿你们都知道了？啊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你心里还有这个家，你心里还有儿女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这什么意思？你的心早不在这个家了，你的魂儿啊早都丢了。你，爸妈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这件事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姐、姐夫，你们冷静一下。爸妈，你们赶紧劝劝他们呀。康琪，爸妈，你们不要劝我们了，我已经拿定主意了。子祥，我们走吧。太太，打我干嘛呀？董事长，太太，什么人要闯进来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们真的要离婚啊？是，既然子祥想要自由，我还给他。哎呀，还什么自由？我跟他一点都没有。你住口！你个第三者！不许这么对待我的徒弟，你让他把话说清楚嘛。何太太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子祥哥呢，他是真的爱你，他从来都没变过。一朵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，但我跟康华已经决定了。行啦，你现在该闭嘴。你难道不知道你老婆爱的是你吗？她愿意为了你跟我低声下气的，她为了什么？还不都因为你？她为了谁啊？康华，何太太，你听我解释，子祥哥他是真的爱你，要不然他可以堂而皇之在外面包养女人。他很优秀的，有很多女人对他主动投怀送抱。他如果不爱你，他用不着那么小心翼翼，用不着那么委屈。你住口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跑这儿来教训我女儿？不是我该闭嘴，该闭嘴的是你这老巫婆。要不是你这个老巫婆，整天把他出车祸这点破事挂在嘴边，天天这么得理不饶人，别说子祥哥，逮谁都受不了。他在这个家一点尊严都没有，就是因为你这老巫婆。你让他说，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你说。子祥哥的爸妈啊，是工薪阶层，可是人家是好不容易把他培养成才啊，你们好歹也尊重人家一下嘛，不要以为你们家有钱就了不起。还有你，总是怀疑子祥哥，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。子祥，是真的吗？康华，你真的误会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跟一朵真的没什么。是，一朵有男朋友，你们不要把你们的问题推给外人。你真的有男朋友？对，我有男朋友。康华，我跟一朵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承认，我也有错，我确实曾经动摇过，但现在没有了。你放心，无论你的腿治不治得好，我都会一直陪你治疗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你，因为我始终爱的人都是你。子祥，康华，哎呦，太好了，终于没事了。对。哎呀，这个红线呀，总算是牵上了哈。
哎，完美集团。人长得还不错，就不知道人品怎么样。哎，老板，请问完美集团怎么走啊？你找涂一燕小姐，她现在不在这里工作。啊？她不在这里，在哪里啊？她在杨浦路的卖场当销售员。杨浦路的卖场。谢了。是啊，老挡着我的路。喂，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等着我呀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的眼睛。啊？我不知道你的眼睛看不见，是我的错。你以为我是？我没有歧视你的意思。哦，你是要进去吗？你拿着行李去哪儿啊？我是要过对面的天桥。你能帮帮我？行吧，那往那边走吧。你的行李给我吧。我自己来。你过对面的天桥，你走到这儿干嘛呀？我迷路了。哦。这个过街天桥就到了，然后我就得走了。啊？你这么快就要走啊？怎么了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，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我现在肚子好饿。这样啊？看你这么为难的样子，那算了吧。啊？你看得见啊？啊？当然看不见了。哦。我感觉到了。你要知道，残疾人比一般人要更敏感一点呢。哦，那倒是。我正好去买午饭。要不然这样吧，跟我走吧。你真要带我去吃饭啊？你真是太好了，童一念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是刚才在卖场的时候。有一帮同事这么叫你的。哦，你的耳朵挺好的嘛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？这俗话说得好，盲人耳朵好，聋子眼睛好。走吧。哎，有没有看到童一念？没有啊，没看到。哦，没事了。店长，又在找你的保护伞吗？没有它，你连午饭也没得吃吧？陆向北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聪明过了头，别以为傍着董事长的女儿就了不起。哼，你不过就是个聋子，想吃软饭吗？来呀，我这儿也有。想当董事长的女婿，你也不照着你自己。人家童一念会看上你，我呸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还没介绍我自己吧？我叫陈杰希，很高兴见到你啊，谢谢你的面啊。没关系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再来一碗。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利落的盲人呢。我从小习惯了。你是从小就看不见吗？对啊。
30岁的时候吧。哦，那就是说也是后天形成的了。对呀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以前的体质很弱的，我妈经常带我去医院。我觉得我不就是那会儿打错针或者吃错药了？你知道的，国外有很多医疗事故的。那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？你放心，现在医疗那么发达，你的眼睛能治好的。嗯。哦，我点的外卖应该快好了，那你慢慢吃，钱我已经付过了。你在路上小心一点啊，拜拜。哦。我又看那个陆向北和童一年有一腿，一个聋子能当那么高的职位吗？可不是啊，现在连饭都是佟大小姐亲自给送的，他还不是靠着佟大小姐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说你啊！店长都告诉我们了，你跟陆向北肯定有一腿。他们两个早就有过什么关系了，不然他怎么老是护着那个陆小北？怎么，你又要替他出头啊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无所谓了。这完美集团本来就是你们姓佟的说了算，大不了赶我走。我在这家公司熬了10年才熬成店长，他陆向北凭什么？还不就凭他是你的小白脸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去哪儿啊？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看到了吧？你到底清不清楚我们的卖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这都怪谁呀？你只会浪费时间在我身上，针对我是个聋子，针对我抢走了你的地位。但你有没有看到，别人都在干些什么？你是想让卖场倒闭吗？让你辛苦10年的努力付诸东流，还是跟大伙儿一起把卖场重新做起来？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。你的小妈就骂我。陆向北的耳朵听不见，是残疾。难道我们就没有残疾了吗？我做事鲁莽，不属于一种残疾吗？你呢？内心狭隘，爱说人闲话，这不是一种残疾吗？为什么我们明明有问题，还要说别人呢？我只是说说。也许你随便说说，并不代表你是个坏人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这随便一说，给别人的内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？这些你都想过吗？佟小姐，你会开除我吗？我没这个权利。那陆店长呢？他会不会开除我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是有那么一些的过分，但他也是小气的，我怕他不会接受我的道歉。好了，陆店长批评过我了，让我不要跟你起争执。以后不管怎么着，我们的心思应该放在工作上，不然的话，完美不但不能赚钱，而且永远超过不了华彩。哎，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过来帮忙！快点，加把劲儿啊！赶快把这收拾干净了。看着我干什么？赶快干活吧！赶快干活吧！小心点啊！我来。童总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是我公司啊！你不接电话呀？嘘，小点声。少废话，还钱。
兄弟，大家都是牌友，一起打牌的，求财不求气，何必呢？这是谁他妈跟你是牌友？告诉你，我们的棋牌社给警察冲了，你欠的那500万什么时候还？兄弟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让我上哪儿凑500万去？我不管。总之，我们给你1周时间，你要是还还不上这笔钱，你就准备好坟墓地吧。这里的电源线也老化了吗？不能再用了。而且我问过了，原来总公司1年前已经批准了，要把所有老化的设备全部更换掉，钱都已经批下来了。那为什么拿了钱还不办事呢？我问爸爸去。哎，别冲动。那不然怎么办？不问清楚，万一再着火呢？哎，你说是不是有人贪污了呀？你想想，在完美，谁有这个胆子会把你爸的话当耳旁风啊？叔叔，我们继续去那边看看。哦。行吧，那我再好好想想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喂，你不会是在这等我吧？对啊，我在这里又没有朋友，天又这么黑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啊。那你是不是没吃饭呢？啊？那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不然我自己去找找好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先去吃点东西，再想办法，行吗？啊，这么好啊！不用客气，走。哇，你我帮你拿东西。真是好人呢。一朵，你怎么敢在这里偷懒？你这是手背，这不影响工作的。哎，医生都说不能沾水，怎么那么严格？自古以来的道理，严师出高徒。你这也叫受伤？行了，看你今天表现不错，放你一马。我今天很棒吧？哎呀，你倒是不赖了。我们这儿啊缺人手，我都快忙不过来了。缺人手，那就招啊！我上哪儿招去？现在人可难找了，急死我了。上58同城吗？啊，你上去也贴那招聘信息不就得了？58同城，我怎么没想起来呀？他要我上这儿找来呀？哦，对了，沈家夫妇邀请咱们去吃饭呢，人家说为了感谢你，而且指名道姓让你带男朋友，你怎么办呀？哎，对，来58同城找一个。哎呀，你就找你的员工吧，我的事你就甭操心了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啊。你们家不是应该怎么这么穷？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考虑了一下，不要打扰你的家人比较好。好了，不要跟我客气了，我跟我的室友都很愿意帮助人的。再说这么晚了，你能去哪儿啊？要不然这样，先在我们家凑合一晚上，等天亮了呢，预祝你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找到一个好事业。哇，你这么好啊！别跟我客气了，走吧。你是我的女神。我帮你拿。哎，不用，慢点啊。我自己来。就一个晚上，
等天亮了，我帮他找到工作，找到住的地方，他马上就搬走。什么？你要让他在这住1个晚上，你还要帮他找工作？你疯了你！嘘，他看不见的。哦，你的手不是受伤了，碰不了水吗？我帮你洗点水果去啊。姨娘。佘小姐，初次见面啊，要不要这么过呀？哦，初次见面哦。来，请喝水。水呢？水在哪里啊？水在这里。好你个骗子，敢装瞎子你！我们说定了，24年后，我们把玉佩合2为1。对不起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不是故意的，是诚心的。喂，说好要不要？你怎么样？要露出本性了是吧？哎呦，像你这种骗子啊，我1都见多了。别放过他，报警，赶他走。少废话，护照拿出来。护照。一念，你仔细看看啊。我除了眼瞎这件事以外，我其他都没有骗你的，我是好人的。是啊，骗子都爱装好人。我，就不能少说2句？所说的都是实话啊。一念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你这个时候赶我走的话，我真的就无家可归了。哎，我可以给你们做饭啊，洗衣服啊，叠被子啊，我什么都会干的。哦，就你？哎呀，好了。现在都那么晚了，一看就是穷途末路，我们就理解，让他在这住1晚吧。喂，今天晚上你睡沙发，但是天亮了马上给我走。哇，谢谢一念。喂，这里也是我家，你也要跟我说声谢谢，知道吗？唉。
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工作的那个卖场失火了，我怀疑是因为童知晓他侵吞公款造成的，所以想暗中监视他，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。那你为什么用这种手段？你光明正大的去查呀！妈，生意上面的事情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妈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为什么很多事情不跟你说，是因为我怕你操心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我有分寸的。他就是陆向北，他耳朵失去了听力。孩子，你叫向北，我做你的妈妈好吗？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认定你永远是我儿子，你也认定了我永远是你的妈妈，对吧？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，你永远都是我妈妈。那妈妈想跟你说一句话。我听着呢。你说过，童知晓的行为很肮脏，可是你这么做，也不光明正大呀。你也说过，你是迫不得已，所以妈希望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话，无论做什么事，一定要有分寸。放心，我会记住的。还没睡啊？难得骗到这么好的地方啊！哎，我来帮你吧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别这么说嘛，你这次千万别怪我，我这个人做事其实就是这样，没头没脑的啊，千万别怪我。其实有件事情，我特别好奇。好奇什么呀？好奇你装瞎子，我不知道，还被你骗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了？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啊，你别怪我了。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真是好。哎，没有了，我是想问你啊，如果你和你家长有一个承诺，可是你事先不知道，或者你就是根本不喜欢，你会去遵守吗？都说是大人的承诺了，当然要遵守啦。真的啊？责无旁贷。你等我一下。啊？哎，你帮我看样东西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还有这张。好看啊。哎呀，我是让你看我的设计图纸。是我见过最好看的。真的啊？要是他也这么想就好了。加油了！有啊，你笨吗？哎，哦，被你的
份动什么手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吃我那份吧。啊，没关系了，给他吃吧。好了，我去设计图纸了，你慢用啊。晚安。哇，女神呢？我去。那就知道了。我可是忙了1个周末才做完的，恕不远送。童董事，请谈谈这次外场起火的原因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。可是听说完美起火是因为电源短路造成的，请问你们公司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吗？你们有没有追究过相关的负责人？你们其他的卖场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相关情况呢？让！童董事长，您作为家电行业协会的副会长，你有权利向我们解释一下。是呀，安全问题可大可小，可是作为副会长，如果不重视，难以服众啊。所以请童董事长一定要给观众一个交代啊！一个交代吧。好，请新闻媒体的朋友放心，我会马上进行调查，严惩相关责任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让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外公，我是来打扫卫生的。外公坐。什么人？童一念。你是童一念，童之行的女儿。您认识我爸爸？你那个爸爸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了？他过得挺好的。既然向北不在，我们还是回酒店吧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等一会儿，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凭什么叫我们留下？就好像你是这儿的女主人一样。云云，外公，向北哥已经和我说了，他和这个童小姐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，不可能产生任何感情。童一念。你不要在这自作多情了。云云，还是走吧。这儿的空气很不好，我很讨厌。外公，刚刚童一念叫你不开心了。
这个同一念，让我想起了第一次遇到童之行的情景。童之行当时一定很土吧？他和他的兄弟啊，当年根本就是两乡巴佬。要不是遇见我了，他们连顿饱饭都吃不到。外公，你别担心，向北哥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我正为这事儿担心呢。童之行他把向北调到大卖场去做店长，这明摆着那是对他不信任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卖场又起了火，我是担心啊，怕向北他应付不了。那您是要和他商量对策吗？我是怕向北被他们两兄弟逼得没办法。您放心，以向北哥的聪明才智，这点事情根本难不到他。我相信他现在不在家，一定是去想办法了。外公，先上车吧。哎。稍后再拨 ，Sorry。怎么搞的？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。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，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，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